會唔會朝早去好啲㗎？你要考慮埋呢樣喎。咁朝早佢應該一定係好天嘅。咁但係有時間咪朝早去一次，夜晚去一次咯。就睇下點喎。依家都多時間，除非你諗到有第二個。搭車就20分鐘我都要，幾遠嘅啫。咁如果你有冇諗過第二個地方先？冇就直接去啦。前面有間博物館可以唔可以睇？好，去咗先啦咁樣。設計博物館。仲有隔離聖約翰教堂。行8分鐘呢個。好。我試下睇埋另外一個先，睇邊度近啲先。去咗邊個？10分鐘，8分鐘10分鐘。咁未啊？嗯？係咪啊？